靜默主前，讓我哋一齊欣賞主感謝嘅訊息。請弟兄姊妹一齊合上眼睛，將注意集中，聆聽呼吸。我哋留意住自己嘅呼吸係咪柔和同埋舒暢嘅。如果感到身體裏面有某一部分嘅緊張，讓佢隨住你嘅呼吸落開，感覺到有一份支持你嘅力量，俾自己一個欣賞、感謝嘅訊息。你係生命力嘅流露，佢表現喺你不斷嘅成長、不懈嘅奮鬥、不畏嘅取捨，以及不停咁樣添補上。凡事都可以嘗試，但只接受合適嘅。進入寧靜嘅狀態，集中精神，我哋就準備就緒，聆聽上帝嘅說話。活在神的話語中，弟兄姊妹，我哋今日所靈修嘅經文係馬太福音第6章5至6節。你們禱告的時候，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，愛站在會堂裏和十字路口上禱告，故意叫人看見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。你禱告的時候，要進你的內屋，關上門，禱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察看，必然報答你。禱告比任何嘅事情都重要。我哋要隨時多方地禱告，唔受時間、地點、方式同埋性質嘅限制。主不但只會聽我哋嘅禱告，睇住我哋嘅禱告，更加觸摸我哋嘅心，要我哋從心底發出真誠嘅祈求。禱告係進入內屋嘅，回到身心靈嘅深處，關上心門，免得被世界干擾，拋開身外一切嘅事務同埋影響，就好似喺黑暗中摸索前行，直到摸到聖靈嘅感動，同聖靈發出共鳴嘅禱告，領取從上而嚟嘅安慰、提醒、鼓勵，更加領受今日當作之事的藍圖，帶住歡喜快樂、能力同埋信心，推開生命之門，迎接今日嘅來臨。在信心裏禱告，感謝主耶穌再次提醒我哋，絕對唔可以利用屬靈嘅事嚟達到屬世嘅目的。假冒為善嘅基督徒係你所厭惡嘅。若禱告成為驕傲嘅工具，為要吸引人嘅注意，為了追求人哋嘅稱讚，從而謀取個人嘅利益，呢個係知罪犯罪。感謝主提醒我哋要以純全真誠嘅心嚟禱告，咁樣我哋就能夠得到一直暗中察看我哋嘅父神佢嘅獎賞。感恩禱告乃係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，誠心所願。與信徒相通，弟兄姊妹同心為軟弱嘅肢體禱告，同埋喺聚會中領禱，乃係一個使命同埋責任，唔係為咗自己，乃係一心一意將眾人嘅心招聚到主嘅跟前。而喺破口中做防堵嘅工作，係付出而唔係賺取。向世人作見證，
對未信者嚟講，偽善而見證失敗嘅基督徒係佢哋最大信仰嘅絆腳石。呢個仿佛係喺屬靈嘅圍牆上面塗鴉，將基督重釘在十字架上面，明明咁樣羞辱主。服侍他人，侍奉唔係為咗求人哋嘅稱讚，人嘅稱許係只係好似閃光一樣，出現片刻就好似消失得無影無蹤，更加好似影子一樣，喺艱苦嘅黑暗入面，或者喺烈日當空之下，影子就失去蹤影，係找唔住嘅空虛。禱告唔係靠說話多少同埋長短，乃係誠心敞開我哋嘅心懷，求主監察，深知確信喺我哋未發聲之先，主已經為我哋預備答案，等候我哋打開眼睛嘅時候，用感恩嘅手領取從上帝而嚟嘅福音。喺呢一刻，我都邀請各位弟兄姊妹去為主獻上你嘅禱告。